Galate Funner,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今天我录视频的背景，这一面墙上所有的画作都是用泥土和沙土制作而成的。那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毛利文化和中国文化中与泥土有关的神话故事。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在毛利神话中，关于泥土有怎样的神话传说。传说在毛利神话中，在天地初开之后，朗尼女天空之父和帕帕图阿女大地母亲的儿子们在世间进行各种的创造。有一天，其中一个儿子发出了疑问，他说：“我们在这个光明的世界创造了这么多东西，那么以后谁会记住我们呢？”他们就去询问众神之神，于是众神之神回答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女人来繁衍后代。”森林之神 Tanimahuta 向众神之神询问如何才能获得一个女人。众神之神告诉他，你要在大地上寻找到女人的精华，也就是一片红土地，而这片红土地正是大地母亲生理周期的那一片红土。于是众神找到了一片红土，用红土的样子捏出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形状。可是在捏成之后，这个女人并没有活过来。于是森林之神又到天上找到了众神之神，询问：我们捏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为什么她并没有活过来呢？于是众神之神告诉他：你们所有的神都要为这个女人献出最好的礼物。于是众神都送给了自己最好的礼物给这个女人。战神 Termatawin 送给了她的血液，海神汤阿洛给女人了人们身体中含有的98%的生理盐水，风神 Tafilimatia 给了女人可以呼吸的肺。就这样，每个人都送给了这位女人了他们最宝贵的礼物。可是这时候，这女人还是没有活过来。于是森林之神再一次的前往众神之神那里询问：为什么我们这位漂亮的女人还是没有活过来呢？众神之神给了他3口呼吸，森林之神在嘴里含着这3口呼吸，来到了他们一起塑造的这个女人面前，对着她的鼻子深深地吹了一口气。这时候，女人开始接收神的气息，把气吸入肺中，连续这样3次，这个女人就活了过来。在毛利神话传说中，人与土地是有深深的链接。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传说中女娲造人的故事。传说中，在中国古代时期，有一位叫女娲的女神。女娲有很多神奇的能力，她可以在天上飞，也可以在水里游，甚至可以变成各种各样动物的样子。有一天，她来到小溪边，望着自己水中的倒影，发现世界上没有一种生物是和自己一样的。于是她觉得有点孤单，她来到小溪边，捧起了一捧泥土，按照自己的样子捏出了各种各样的小人。女娲给这些小人加上眼睛、鼻子、耳朵，在完成之后又冲着小人吹了一口气，没想到小人竟活了过来，活蹦乱跳的在地上欢快地奔跑。女娲开心极了，想造出更多的小人，于是她捏呀捏呀，捏出了好多的小泥人，最后给他们吹一口自己的气。于是世界上有了更多的人类。结果后来女娲捏着捏得更累了，是女娲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她将泥土丢进河里，用树枝蘸进泥水里，用力往外一甩，甩出的所有的小泥点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人。这些泥点有大有小，所以做出来的小人也有胖有瘦，但是他们都和女娲一样聪明善良，都是从女娲那里传承的同一口呼吸。这就是中国神话中有关女娲造人的故事。不管是在中国神话还是毛利神话中，人类都与泥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也有句俗话叫土生土长，更表达了人们和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你还听说过哪些与泥土有关的来自不同文化的神话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把你知道的写在评论区哦。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卡基切亚呢。